咁個大市咧，基本上咧，同我上週個預測嘅區間咧，就相當之吻合。上週都同大家講，應該就23,000到24,000上落。咁啊，啱啱琴日咧就最高就試到去23,910幾。咁啊，其實爭少少啦，都接近24,000噶啦。下位咧其實就做咗兩個底，就喺23,000左緊嘅，都叫做啱啱都仲喺個區間運行啊。咁我哋都預估翻，咁啊上個星期好彩啦，咁啊恆指真係喺翻個區間度運行。恒指咧有機會咧下週嘅波幅咧下位咧就有機會22,900到23,000，咁除非咧真係美國咧下跌嘅幅度比較大啲，或者跌得恐怖啲啦，暫時未見到有啲咩重大嘅消息刺激佢再上升啊。咁但係始終咧5月份咧暫時嚟講個勢都仲係比較強勁啲嘅。下個星期又到期結啦，咁啊所以暫時嚟講咧都有機會可能都仲係想夾住喺高位去做一個結算啊。咁咧嚟緊咧如果話上望嘅話咧，基本上咧就23,400到24,300亦都會頂住嘅。因為我哋最近咧都留意到咧金價咧又開始回升啦，咁啊比特幣亦都再創新高添啊，咁啊所以變咗呢啲嘅資金去咗避險之下咧，就開始會見到呢個股市咧有機會開始咧回軟啦。咁啊尤其是美股咧就會特別明顯少少，因為美股始終比港股咧嗰個估值係高好多啊，咁所以美股咧就相對嚟講咧較容易去下跌，咁亦都會跌得比較多少少。